今年的台湾灯会伫高雄哦，注定大戏《真爱》下28暗时开始连续3天，伫维本营户外剧场来演出。这出戏是邀请台湾11个表演团体、24个戏曲大师做伙来演出，是一出歌戏音乐剧。那么做伙先来欣赏。 舞台顶唐美云、柯秀妮等等，拢是传统戏曲大师级的演员，大家做伙演出，台下观众真惊喜。 这出《真爱》是今年台湾灯会主灯的大戏，规个户外舞台有大型投影甲灯光的效果，融合欧佩拉歌戏、摇滚甲原民歌调，用台语、华语、客语、原住民族等等的语言，讲这400年来伫台湾这块土地，纯甲爱，阁有勇气的5段故事。 包括所有的灯光的这些效果、音响的这些澎湃，都会跟着我们这一次邀演的11个团，然后24个名家同台竞技的这么一个舞台。 这摆演出邀请11个表演团队，唔那阵容坚强，前台后台动用600多人，嘛创下纪录。准爱18暗时起，连续3天伫维武营，互民众无共款的观赏体验。记者大家文华为做高雄报道。